来。我家有个小兄妹。芳芳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海天双双就返还，回到童年，欢乐绽放。大家好，我们周末大课堂又开课了，我是班主任张芳。好，那么我们上一次呢，上海越剧红楼团的美女们，这个比赛啊，非常的激烈，对的，而且大家表现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老师发现，你们对越剧的知识了解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少，不知道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边，大家有没有所提高啊？高老师，现在我的手机铃声就已经变成了天上掉下个灵梅，而且啊，你们只要电话打过来，我至少让它响个半分钟到1分钟，我才会接起来。接起来之后，我还会有感而发的再唱一遍啊，天上掉下个灵梅，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打酱油去吧，打酱油去吧。好了。至少我很认真啊，是，华神仙同学的这个精神是可以肯定的，哎，但是麻烦你考虑一下大家的感受好不好？哎呦，我实在心脏受不了。他这个方法不可取。好，大队长，像我就是这样，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都要看一出越剧。我现在困梦兜里我也在唱啊，令妹妹，今日送不到这天上的行了，好了，肤浅，有个高音的，肤浅。老师，要说研究，还是我们这才叫研究。怎么研究的？我们2个人特地去深入了潜伏一回。啊，潜伏？他们上个月要演2场折子戏，和合群芳和红楼新姿，记不记得啊？然后我和曹毅2个人就去看了一出，我觉得他们唱的实在是太好了呀。他们长得是太好看了呀！我觉得他们的衣服实在是太美丽了呀！他们长得是太好看了呀！他们的故事实在是太感人了呀！人长得实在是太好看了呀！曹毅同学，你能不能说点别的？今天红楼团又来美女了，你们还是好好上课吧。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越剧红楼团的美女们。有美女啊，好看啊！控制好，按照我们的规矩呢，本来是应该他们来做介绍，但是今天前面我们这边的同学们说对你们已经很了解了，我们这样听听他们来介绍你们好不好？好，来，谁来说？老师，这个难不倒我啊！我天天晚上睡觉以前都看的啊，最近刚刚看过《梁山伯祝英台》，好，所以我非常熟悉啊。来，这一位就是我们在《梁祝》里面扮演梁哥哥梁山伯的张瑞红张老师。旁边这位美女就更加漂亮了啊！《梁山伯祝英台》里面的祝英台祝小姐，陈颖陈老师。还有这位是一个长辈，是我们祝英台的爸爸张海林张老师。好，还有2位来，这2位呢是我们2个青年演员，是我们2位的老师的学生，也是青年版《梁祝》里面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演员，我们的盛舒阳以及我们的王淑文。好漂亮，好好看呐！好，一会儿注意我们这边的素质啊。好，那刚才大家说到的呢，都是《梁祝》里边的角色，是不是？我们再出点题考考他们。好的，我和陈颖除了演《梁祝》以外，其他的戏里边我们还演过什么夫妻？报告老师我知道的张老师在《孔雀东南飞》里面演的是焦仲卿，陈老师演的是张老师的夫人刘兰芝。对了，可以啊，曹毅同学来，我也知道的。我知道2位老师在《李娃传》当中，陈颖老师演的是李亚仙，然后张老师呢演的是李亚仙的丈夫郑元和。对的，可以啊，给老师咱们一直是夫妻的对，不一定，我倒要问问看了，2位老师。
有没有不演夫妻的时候？有吗？在明星版《孟丽君》中，张瑞红饰演一心追求孟丽君的皇甫少华，陈颖则是戏中的皇后娘娘，恩爱夫妻首次各奔东西。哦，分开了，两个人就分开。第一次分开，两人分开，他们也狠了，地位上升了呀，皇后娘娘。底下还是挺帮我。对呀，这样我们也是深入潜伏了一下。对呀，那其他人呢？这个戏里边那个海玲老师啊，他是演我们的那个长辈，他永远是我们的长辈，永远是他们的长辈。哎呀，就是不肯吃亏的，对不对啊？前面大家看来我们这边同学的功课也做得不错，所以今天的比赛将会非常激烈。你们呢就是红花队，我们这边呢就是绿叶队。人员逃逸，既然你们已经去潜伏过了，对的，那最终你们到底学到一点什么？表演什么？表演啊！这个表演想呀，这几位老师在生活当中都是像我一样那么温柔的美女，是吧？是的，别把温柔两个字去掉，温柔两个字去掉。什么意思啊？但是呢，你看他们在戏里面演花旦的那么的妩媚，演小生的呢是风流倜傥，还有演老生的，哎呀那个威严那个样子，哎呦太神奇了，真的很神奇。今天第一节课你们也没什么指望赢了，什么意思？为什么？马上进入表演课。表演课，每队派2名同学来表演答案，表演过程中不允许发出声音，其他同学猜。2分钟内猜出答案多的队伍获得1朵小红花。好，表演课的规则呢，大家已经知道了。我们知道在粤剧里边有很多题材都是反映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啊，我们随便让红花队的同学们举点例子，有哪些曲目是代表爱情的？哦，那太多了。西厢记，追鱼，梁祝，好，雷龙镇，好，西园记。你看看，随便说哈。好，那么我们今天表演课的内容呢，就是跟爱情有关。那么演的是什么呢？猜的是什么呢？就是成语。成语啊！你们反应那么大干嘛了？红花队呢，我们不用紧张，既然你们是客人，我们就请绿叶队的同学先来，我们可以看看他们是怎么做的，好不好？来，绿叶队的同学们加油哦！好，现在开始。哎，成语，羽翼飞。好，下一个。怎么又搞打架了，2个人在打架了。身上痒痒，瘙痒。第一个字。画眉毛。演不是急拉。大队长，快点，时间没了，快，你们来一下的。第一个字。他的手。牵。拉。过了，哎，只能有2次过的机会啊。下一个。花前月下。哎，好，下一个。剧中的。台。举案齐眉。好，下一个。哎，这样呀。第一个字，一个字来。美男蛇。蛇。兔子没有。是什么呢？耳朵的。鸟吗？第一个字。好。天飞。天上飞。风。还有30秒，加油啊！好，再过。落花流水。好，下一个。落马。哦，这个。啥哪个？哪子在问你的？这个其实神远演一下。你们一个来演呀。一个字来嘛。 10、9、8、7、6、5、4、3、2、1。什么呀？哎，等一会儿，不要看啊！张老师在这里坐，你都看不出来吗？陈作业，我清晨。不能这么说，关键是为什么
么知道吧？陶艺刚才是这样的，先看了一下沈阮，然后他昏过去了，然后支经理，哎，你们表演的实在是太不到位了。我想说前面有一个过的是什么？你们告诉我怎么演倾国倾城？哎，你们来演一下。第一个字，你们来演。倾。国。跳过。第3个字倾。跳过。第4个是陈。跳过。陈是什么？陈怎么来表演？陈是吧？这是歌名吧？亲我的宝贝吧。好了。我演第1个字是倾。啊，不要说了，我感觉我们内讧了。这样，前面还有一个落掉的，刚才还有一个落掉的是龙凤呈祥。在这不是天上飞的，这龙是这样，非常的牙齿刷的。如果让你演龙怎么演啊？这龙真的不好演。我们说天上有蛇吗？我还有脚，你看我还有脚。好，来，是眼镜蛇。来，两位同学这边来。龙凤呈祥。哎呀，还可以，成语是确实是有。但我觉得我们这一组估计要输掉了。2分钟里边猜到了4个成语。好，也鼓一下掌吧，因为他们还没比呢，说不定还不如你们啊。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信心？有。计时2分钟，开始。他一上来就过了，还有2次过的机会。这个2次过的机会。猴子捞月。还是开门。注意那个嘴型啊，唇语不可以，唇语不可以，唇语不可以，唇语说飞，离手飞。不是那个孔雀东南飞。看蓝飞。好，2次过了，后面不能太弱。下一个。第一个上面。下面。这个比较好猜，他们已经表演上面。天上人间啊。天上人间。从古到今，天上人间。天长地久。好，下一个。继续，服。哎，你们怎么还好的了？唇语，不能用唇语。嘴巴不能动啊。河水，怎么猴子水上能语呀？什么？行不行？怎么了？行不行？还不实了。哎，猜到了，下一个。哎，还有20秒，还有20秒。注意唇语，不能有唇语。花田月吗？不对。唇语8、狂风暴雨6、5、4，风花雪月。中途有好几个都过掉啊，然后呢又没有猜出来，但是你们知道成绩吗？在2分钟里面，他们也猜到了4个。大平。这样吧，其实按照我们的规定呢，按理说应该比出胜负才有红花。但是第一考虑，我们这个题目呢确实偏难。第2个呢，你们也是第1次来我们的节目，所以呢，现在场上比分是1样多。张老师在这里就每队发1朵小红花，怎么样？好，那么请2队派个代表把红花贴上去。来，有请。来，握个手。哎呀，这样好了，这样我们第1轮呢是打了个平手，这个气氛非常的和谐。我们绿叶队在下面已经说半天了，就是说一直呢特别期待跟你们能够在一起演出合作，想听你们唱。那今天呢，既然你们来了，现场怎么着也得给我们表演一下。对。王诗文呢来一段罗汉拳当中的艳艳做眉。我做美人。
好漂亮啊，好漂亮啊，唱得好漂亮啊！要不是我们拉着他都冲上去了。对的，他一直在下面说，我就是那个李小婉，李小婉。事情发生。好，非常好，今天我们也是饱了耳福啊。那么第一节课呢打成平手，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二节课。哎，我们唱，他们还没唱呢。张老师，你这个问题问出来以后，我觉得你不后悔吗？不后悔。对，你们不后悔的话，那就听越剧的老师来了，我也唱一首越剧，好吧？出来打酱油的。对。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天上就。好了，不错。张老师，我知道，老师张老师现在内心里写满了悔恨。我一直在等着你们说不要唱了，怎么没有人通知我呢？好了，一会儿有你唱的机会啊，有你唱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什么音乐课。音乐课，两队先后将指定的歌曲唱段唱成粤剧，或将粤剧唱段唱成流行歌曲。能完整演唱且旋律流畅者获得一朵小红花。好，音乐课的规则大家都已经听明白了吗？明白了，就是把歌唱成戏，把戏唱成歌。我知道了，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乾坤大挪移。老师就喜欢什么乾坤啊，什么大挪移啊，这是他的习惯嘛。乾坤大挪移就是倒江湖。我死老师。意思老师。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这是老师在帮你们。你说说，你唱戏唱得过人家吗？唱歌唱得过人家吗？所以我才把戏唱成歌，歌唱成戏嘛。老师，这个话不能这么说啊！我们这里几个还可以的，就是偏这个包酱油话除了有一个打酱油的以外，其他战斗能力还是很强的。好了，红花队，我们绿叶队说了，唱歌他们肯定能够超过你们。那不一定，不一定呢。为什么？但是你来一下，我们粤剧的歌曲啊，你们也要唱一个，谁弄一个？谁唱个歌？来，弄个歌。张老师，先来。真的替你们捏把汗啊！那这样，我们这一轮环节就从红花队开始。好。我们呢是要把一首歌唱成戏，是什么歌呢？我们来看一下 VTR。
的成名曲。来，你来。我算了，我不来了。我今天为什么不唱？我要解释一下。因为我今天不唱，我是怕唱完之后你们连戏都唱不出来。对，他会把你们彻底带到沟里去的。对，好吧。好，那么这样，就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要把千里之外唱成戏。哎，那么这样我们就派2位出来。这个太难为人了，太难唱的，这怎么唱呀？别小看我们。哎，派2位啊，是杨尚、海林老师，还有盛舒阳。有一个要求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各位老师都会唱各种流派。比如说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把你们的流派都唱出来。难度更高了，这样子加难度嘛。他说的是其实毛语来整。好，我们可以别说是粤剧，把那个歌曲翻成粤剧，我们可以跨越我们自己的流派，可以把这个歌曲转为粤剧。那张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你唱的时候你就不唱你的张派了？对呀，对，你听听看，他唱的是什么派？你到时候我们看。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无声的河畔，什么年来？又糯的，一听就听出来了。那还要什么呀？尹派。好，刚才我们张老师唱出了尹派小生的味道啊，我们小生界又多了一颗星星。对啊。还有一位代表是谁？盛舒阳。你是盛舒阳的流派，你们知道吧？盛舒阳唱。他是傅全香老师。傅派。对，那我们也要唱出傅派的味道来啊。好。什么年代我去不给太遥远的乡哇，感觉就像祝英台在唱，你晓得吧？这样啊。怀疑这个歌到底是不是粤剧的？不，我就怀疑这个《千里之外》就是粤剧里面的。改过来的，粤剧改编成北京的千里之外。那既然这样，我看你们也没有什么意见，张老师给他们2朵小红花。好，来，贴上去。这就2朵红花了啊！当然了，你们唱的好吗？老师也给2朵。我们也有的。红花队轻而易举地获得2朵小红花，那么等着绿叶队的题目又是什么呢？这粤剧里面有一段短的，叫我家有个小九妹。这样，既然原版都来了哈，我们也听听原版的这个我家有个小九妹是怎么唱的。我家有个小九妹，那么你们当然不是要翻唱她的这个原版的粤剧，而我们要唱的是把这首歌唱成歌啊。那么这样，我先问派哪2位来唱？看我们已经2个大红花。对呀，你们第一位是谁？第一位。就你们俩。陶艺，那老师这没办法，他们去
艺术舞台学习过越剧。对呀。我们两个没学嘛。这里我要宣布一下，你这道题目是什么啊？就是我们要用一剪梅唱《我家有个小九妹》。老师，简单，我试试看，可以吗？好，来，下面请欣赏《一剪梅》。是不是要费玉清版本的？也可以。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费玉清，给天和大家带来这首《我家有个小九妹》。来。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敬佩，妙容秀凤成能手，轻轻说话渐渐会我建议陶艺同学把这首歌直接寄给费玉清老师。非常好。那我在这里已经不想再说什么了，小红花先贴。对。这个红花队没意见吧？没意见。第二位同学是沈远吗？是我。好的。那么老师这个题目非常简单，也很适合你啊，就是要用女人花来演唱《我家有个小九妹》。要把那种哀乐，我是要用梅艳芳的那种哀乐和惆怅要唱出来。我家有个小九妹，聪明伶俐人敬佩，妙容秀凤成能手，琴棋书画渐渐会。我自凡杭城九名士，九妹一心向红来。我以为男儿不须经书，女儿读书也应该。好，我觉得再给一段同样能唱得很好。红花队，是不是我们绿叶队这朵红花也应该给他们呀？非常的出色。好，这样沈远去贴红花。现在不是你演绎的是红花版可以唱，但唱完我们还得加花，加大红花。这样的。对呀。其实老师说句那这样吧，我越剧演员虽然我很尊重这些老师，但是越剧演员唱女人话能唱得好吗？有，我们跳板的，跳板，可以来上。我有花一朵，种在我心中，含苞待放意悠悠，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有情的人来入。女人花要映在红尘中，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我有花一朵，花香满枝头，谁来真心寻芳踪？花开不多时，他看着细水声，如花花似好，来，好听。
错了。他收回太棒了。所以这朵红花我来帮您带上去。真的，谢谢。还要抱一下。他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刚才由于我们这边表现非常的精彩，所以目前场上的红花多了一个，红花队4枚，绿叶队3枚，怎么办呀？要加油了啊！接下来进入我们下一节的兴趣课。兴趣课根据规定剧本完成演出，台词或动作必须和剧本完全一致，用时短的队伍获得一朵小红花。接下来我们要进入这个兴趣课的内容呢，当然也是跟爱情有关系的。不过呢，我是认为这个环节绿叶队已经很有经验了，曾经创下有很多精彩的表现啊。所以呢，我们就从绿叶队来开始。好呀。我手上呢已经有你们的任务了，台词也在这里，任务在我这里。这4个就是我们绿叶队的同学自己来抽 A B C D。我先抽。你怎么这样子先抽的人最简单。你怎么可以这样的？你老是这样。哎，你们怎么？你永远来不及。我就没得选了是吧？好，这样。这里面是台词。好长啊！要背下来的，这个也叫长。好长啊！哎呀，先抽的人最划算。来，为什么最长的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我。好，请把你的内容朗诵一遍。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不爱我。好，老师给你的任务是说这段话的时候要一边说一边踢毽子。这个毽子不能掉下来的吗？对，试一下哈。好，第2个人是谁？我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找得晕头转向。好，任务呢跟 A 还搭嘎 A 同学，你牵着红绸一头 ，B 同学把红绸往自己的身上绕。绕。对，老师他一边说一边把红绸转到自己的身上。老师，这根红绳够吗？老师他这段话说完，绳子早就没有了。老师，这也就是我腰围的长度。确实没有想到这个任务是被你抽到，绳子准备的短了一点。好，第3个是谁？我。好，台词是：你有房子吗？你有车子吗？你有票子吗？你究竟能给我什么？好，台词很简单，但是你的任务是蛙跳。蛙跳知道吗？我边蛙跳。对，老师一边说会咬到舌头的。好，第4个是谁？台词。我。好，台词。好长啊，还起角色的。你看啊，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都倒出来，也浇不灭我对你的爱火。哎呦！整个浴缸里的水可以倒出来吗？可以，所以我爱你。好，你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端着这杯水绕教室1周。这叫很简单。好，我们准备。现在 A 同学准备好了吗？好啦。注意啊，台词不能错，你看到吗？你的左手所有的人都拿着单子在对啊。好，你的动作是边说边踢毽子，开始。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不爱我。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找得晕头转向。错，找得我晕头转向。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不爱我。好，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找得我晕头转向。好，你有房子吗？你有车子吗？你有票子吗？你究竟给我什么了？能给我什么？好过分啊！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人不爱我。好，快！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找得我晕头转向。你有房子吗？你有车子吗？你有票子吗？你究竟能给我什么？好，来。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绕是1周啊，先绕教室1周。一边说一边绕。如果把整个浴缸的水都倒出来，也浇不灭我对你的爱火。整个浴缸的水可以倒出来。你的水，爱我的人我不爱，我爱的
个人不爱我。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找得我晕头转向。你有房子吗？你有车子吗？你有票子吗？究竟你能给我什么？你究竟能给我哎呦，小心水啊！场面一度失控，绿叶队会不会因为最终无法完成任务而认输呢？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找得我晕头转向。好累啊！你有房子吗？你有车子吗？你有票子吗？你究竟能给我什么？如果整个浴缸里的水都倒出来，也浇不灭我对你的爱火。加油！整个浴缸里的水都倒出来，可以吗？可以。所以我爱你。好，不容易，不容易。前面你看张晓东同志已经筋疲力尽了。刚才张晓东同学的有一个动作，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来，茫茫人海中，我找到了你，你找到了我，找得我晕头转向。幸亏我们小东同志体力好，否则就这个圈里转了多少圈啊！小东喝水。谢谢。这水不能喝了。这是浴缸里的水吗？是的。好，这样，刚才我们绿叶队最后所用的时间是4分40秒完成任务，所以呢，红花队要想赢他们，你们就要用更短的时间来超越。请选择。轮到我们选择。其实人老多也不是好事儿啊。话多是好事儿。 5个人划算呀，分摊到的词就少了。越少越不好。快！快点抢在前面，不要像我一样抢在最后。拿到甲乙的人最倒霉。怎么叫甲乙啦？好 ，A 来 ，A 先来，前2个 A 唱啊，是这样的唱。 你们2个人要互相垫那个气球，所以你们的词是一样的，互相垫气球。轻轻花盛开，顶来顶去，然后怎么样呢 ？B， 先把你的词儿朗诵一下。梁兄，求求你别唱了，我们已经走了18里了，我实在是走不动。好，你的任务是用乒乓球垫垫球跑圆场，用乒乓球垫球。就是你要边说话边拿这个乒乓板颠球。就这样，梁兄，我求求你别记住，要走回来，不能一直走出去了，垫着18里就走远了。路线是一样的，一样。我很同情你的。好，那么下一个 C 是谁？你的词儿是什么？贤妹，我告诉过你多少回了，一定要加强运动。你的任务是转呼啦圈。好，后面说他一掉下来。最后我们的那个最后一个。肖老师，词儿是什么？你的词儿是什么？你这个小气鬼，我要和你1刀2断，我明天就嫁给他才去。好，你的任务是折断一次性的筷子。好，现在各自的道具都在自己的手中了。台词我们记好了，准备。我们 A 同学这次有2位啊，他们是要用唱来表达的。来。所以气球如果掉在地上的话，你们2个就要重新再说一遍了。好，来吧。准备，唱啊，开始。一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就返。好，梁兄弟弄嘞，不要再唱了。没有嘞，来继续。一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就徘徊。好，当时梁兄求求侬不要唱，我实在走不动嘞。我们已经哪里了？一草青青花盛开，彩蝶双双就徘徊。好，来。梁兄，求求侬不要唱了，我们走了18里了。我们已经走了。梁兄，我们全部下了。梁兄频频出错，温柔的英台妹妹终于也忍不住生气了。梁兄，求求侬不要唱了，我们都已经走了
啥巴里了，我实在是吃不动了。好，下一个。学妹，我告诉过你多少回了，一定要加强运动。好，下一个。你这个小气鬼，我要和你没有要。好，你双就徘徊。两兄弟就那么样唱了，我们都吃了18里了，我实在是吃不动了。学妹，我告诉过你多少回了，一定要加强运动。好，你这个小气鬼，我要和你1刀2断。没有来。这个要字真是要命啊！红花队不得不一遍遍从头开始。那么他们还有可能完成任务吗？你这个小气鬼，我和你1刀2断。我明天你就嫁给马文才去。好，来，他们一共花了3分50秒。没想到吧，前面这个走了这么多圈，这些居然还比你们短。没办法了，红花又给人家了。来。好，现在我们看一下，红花队有5朵红花，绿叶队只有3朵红花。那么现在呢，我们绿叶队的同学心里也很受打击，对，明显是落后了。让红花队请我们喝茶好不好？可以，喝茶。你们今天茶呢？谁来请？我要老板娘喝什么茶？我铁观音好了。那我就菊花好了。我龙井。好，我没问题。我们来个大碗茶。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一盆槐草，几声蛐蛐儿叫，伴随他度过了那灰色的年华，是一串冰糖葫芦，就算过节。那一日那3餐，我都嫌菜嘛，才来一口大碗茶。越唱越干。哎呀，因为你唱就和悲剧是一样的。好了，我们一鼓作气，我们最后还有1节课了。好，最后进入常识课。常识课，在5对古代情侣中，每位同学抽取一个人物，然后寻找自己的另一半，配对正确的获得1朵小红花。我们刚才已经说到，这个越剧当中有很多都是跟爱情故事有关的。对。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常识课呢，也要考一考大家对古代的爱情故事了解的多不多？我手上呢是5对古代的情侣，然后在这里呢，我们2队随意抽取这个名字，最后我们看配对成功就可以获得1朵小红花。来，
我随便派发吧，一边一份。所以你有可能抽到和小豆一组。我不要看，我不要看，我的。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名字：司马相如、李靖、王仙客、万喜良、刘无双、弄玉、萧史、孟姜女、卓文君、洪福。好，那么我们说了一边开始，那么这边的刘无双可以找到自己配对的情侣吗？这样的话，我来看看，大概是这样吧。我这个人不一定认识这个人。好，我来问一下，华神贤手里的萧史，你会选择谁？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择老师吧。我觉得这两个名字连在一起，好像萧史弄玉比较有感觉，像一个朝代的人。那这样，现在华神贤同学很自觉的和老师站在了一起。那你现在，我就在这里吧。你是跟谁呀？跟我吗？啊，那你站过来。哟，这个三个人复杂的呀！哎呦，没想到萧史很受欢迎。现在刘无双也认为他跟萧史是一对，但萧史认为跟弄玉是一对。好，接下来是陈毅手里的万喜良。这个容易，万喜良呀。我们应该自由选择吧？现在我们自由选择吧？对，我们先站在过来。老师，我们好，我要问一下，先问一下孟姜女是否愿意跟他站在一起？我愿意的。好，下一组王仙客。我也感到好像是跟孟姜女。你也跟孟姜女？哎呦，再过来，没关系，我站在当中好了。好，那这边卓文君。我知道的，我知道这个，我知道的。来，这肯定是两厢情愿的，跟司马相如是吧？好，那么现在场面上貌似还剩下洪福和李靖，对不对？那我们就凑合一下。哎，我突然之间我觉得我和洪福说不定也可以的，因为萧史洪福。不要谈了，我觉得我应该是和刘无双。好，那现在有问题啊，有问题。我们就凑合一下。等一下，你过来，抢亲你跟刘无双站在旁边。哎，李靖同志，那你呢？你有这么看不上人家吗？没有，你可以选择李靖啊。我跟着他。我真定了。好，现在只有这一对是正常的。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哎呀，没有想到，我前面一直认为大家的学识都是很渊博的，没想到最后一节课大家暴露了啊！现在场上两厢情愿的，首先有卓文君和司马相如，这边呢本来也有两厢情愿的，本来万喜良和孟姜女本来也是两厢情愿，但是王仙客同学认为孟姜女疑似他的情侣，然后我们这边的关系非常的复杂，我来理一下，先理一下。哎呀，萧史选中了弄玉。刘无双选择了萧史，李靖选择了刘无双，洪福选择了李靖，好吃香呀！这组剩下我爱的人不爱我。老师，你选择是？但是我先来说一说，我究竟是跟谁配对，好不好？弄玉，他的情侣是洪福。好。萧史，果然没错。秦穆宫女弄玉与丈夫萧史月下吹箫，引来了子凤侍龙。萧史乘龙，弄玉化凤，上天做了神仙。成语乘龙坏婿便出自于此。显然，他正确了小红花一种。很显然，刘无双同学刚才是一厢情愿了。刘无双同学这朵花是不能得，但是你知道你是跟谁在一起？我现在知道了，跟谁？你这样一排嘛，那我知道，我肯定。对，刘无双其实是跟我们的对不对？王仙客是一对，他们俩都不能获得红花。唐朝少女刘无双与表哥王仙客青梅竹马，不幸无双被抓入宫中，王仙客从茅山道士处求来假死药。无双诈死逃出宫廷，两人浪迹天涯，白头偕老。现在我们了解了这个唐代的传奇故事啊，没有想到是用这样的方法，两个人最后在一起。哎呀，唐代就是他呀。所以但是哎呀，这找对人了呀。对，所以他们俩当时你看
由于选择都没有正确，所以你们俩肯定是无缘小红花了。在这里很显然，他们俩选择是正确的。蔡启良和孟姜女是一对。孟姜女哭长城是我国4大民间传说之一。孟姜女新婚之夜，丈夫万喜良被抓去修长城，死于长城脚下。孟姜女千里寻夫，扑倒了长城。好，来，我们听长城的发愁，在这里，一人一朵，来，那我们来看看这边。这个李静同学刚才也是一厢情愿要跟着刘无双，对，所以你不能得红花，但是有一个人是对的，洪福跟李静他确实是一对，哎，而且他坚持住的要过来哦。对，张晓东可以获得一朵红花。隋朝歌姬洪福在一次宴会上遇到落魄的李靖，认定他将来会大有作为，于是半夜出逃，天涯相随。这一对呢，就是隋唐时候的一对知名的情侣。我还是女侠呀。好，那么很显然，今天这个两厢情愿，卓文君跟司马相如的故事也非常的有名了。刚好呢，也是红花队和绿叶队各派1名代表获得红花。来。汉代大才子司马相如一曲《凤求凰》打动了卓文君的心，卓文君不顾父亲反对，连夜与司马相如私奔。夫唱妇随，成为了千古佳话。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红花，红花队7朵，绿叶队7朵。那今天呢也很开心，我们大家呢非常的和平结束了这个课堂，但是呢我们绿叶队的同学的想法就是能够早一点的能够去看你们的演出。这样吧，就给我们大家做一下宣传，你们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有什么样的演出，好不好？过完新年，年初7、年初8、年初9，就是1月29、30、31号3场明星版的梦丽君，也是我们在场的明星都参加的。欢迎你们来，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到一福舞台观看我们的演出。好，说好了，我们到时候一定要去看你们的演出哦。好。那么张老师在这里宣布今天的周末大课堂